来继续来看花莲县政府要甲西子会所寄付的家电发予灾民，但是资讯无清楚，发现的动线嘛乱糟糟，灾民是真怨气。另外，中央前进指挥所的总指挥官桂连成，早起是真罕见来发圣地，痛骂着县政府的官员，讲上主要是要函送的撤离的计划，伫咧花莲县政府卡掉咧。国军支援是协助支援，不是主动支援，不是主动支援，你搞清楚。中央前进指挥所总指挥官桂连成表情严肃，火气真大，对眼前县府官员一定要场面气挫挫。有时候你有透过说中央官地方行政化的吗？桂连成愈讲愈激动，文职骂声嘛愈来愈大，也若予伊遮尔火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撤离计划临时变卦。原来是因为撤离计划的原底伫12号特别函送，毋过有官员私底下夜空，目前花莲县府才卡掉咧，真做是博在火头。我们昨天下午邀请光复乡、凤梨镇、万荣乡，将来要在第一线执行疏散撤离计划的第一线的人员，那他们对这个计划要承担这个8500多人的疏散撤离，他们有表达相当的忧心。另外，原地县府宣布13号要发放家电，佮讲会先领几工，结果真侪民众等几半步拢等无。到时候会采洗衣机跟冰箱择一因为数量有限，所以会宅配到府。团队表示，目前小型家电数量真高，请村民唔免烦恼。不过民众直怨叹，花莲县府嘛出面来赔回。狮子会所捐赠的所以我们县府跟光复乡所责无旁贷，协助狮子会一起来做电器的发送。灾区民众嘛发话，希望相关单位继续协调，赶紧发放，卖使互大家赶紧重建家园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